好，来继续来看有关这个全台湾大罢免第一阶段联署的结果，要罢免国民党立委的有32件成案，民进党暂时也无一件通过。目前的局面是32比0，国民党的前立委郑丽文就节目大大来痛骂着国民党的党中央。当台的国民党的发言人杨智武是当场目屎流。你是烂泥扶不上墙吗？永远腰杆挺不直吗？那如果是这样，就不要站着茅坑不拉屎，换别人来搞。一上任，我们就面对了罢免跟补选，我们从来没有懈怠过一天。我不懂为什么要把那么认真的一群人诋毁成这样。但我知道，我刚在诋毁你们吗？后来会当听到这个郑丽文的炮火真美，因为国民党伫第一阶段大罢免的人数是输甲大底，互伊看袂做哩，痛骂国民党大概都安尼，好好被抬甲晒流，好好囡仔摇甲臭头。国民党的发言人杨智武面对着质疑，强调讲，党主席朱立伦为就任到今，从来拢无放松过，希望大家多多予因支持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